拥有一张混血脸庞、白皙皮肤加上高挑身材，艺人许瑋甯投入影坛后闯出一片天。但她先前透露，自从拍摄电影《红衣小女孩》后，连续2年陷入忧郁低潮，像是被黑洞吸住一样。她总觉得自己是个这么爱挑战的人，怎么会找不到方法摆脱？但经历后才知道，不是不想出来，而是你试了没有用。许瑋甯在去年接受《Vogue》杂志访问时，透露自己曾陷入一个低潮漩涡，那是从没想过的事。长达2年的时间，对所有事情都失去兴趣，那种感觉好可怕，可怕到你觉得自己好像被一个黑洞给吸住了，很想离开那个状态，但是怎么爬都爬不出来。许瑋甯说，过去总觉得自己是个热爱挑战、热爱变化的人，怎可能找不到方法走出来？于是他找信任的长辈朋友谈心，找专业人士协助，甚至去旅行，接受许多建议，用理智告诉自己振作。但不管做什么努力，就算难得感到快乐，也会在下一秒面对加倍的失落与孤单。我想我那时候应该是已经有一点忧郁症了。许瑋甯回想起那段日子，好像每天看到的世界都是模糊的，心里被什么东西压住了。后来他尝试专心和自己的身体相处，在挑战极限的当下只有自己，没办法想其他事。在达成目标后会有一种愉快的感受，才找到有效解救自己的方法。维持了2年的忧郁人生，某天许瑋甯发现灰蒙蒙的世界突然变得明亮了，好像很多东西都放下了。虽然不明白是什么被释放、放松的原因是什么，但他庆幸当时没有放弃自己。他形容当时心想，既然没用就换个方式尝试，好像是一种能量的积蓄，你每做了一点努力，能量格就加了一点，然后当整个电池终于充满时，啪的一声，灯就亮了。